當啊，設家前強鋪排，設家小做愛做賣，前面愛做賣，設家前強鋪排，但係攏總猛講過熱天又發生，係咪啦？因為設家引論唔啲前面係乜嘅發生，在設家嘅生活中嘅方面，但係呢一個耶利米29:11節咁樣講設家啲上帝。鋪排將本設家對於設家嘅前面，上帝嘅話講，佢鋪排將本設家前面一節飄天向嘅，唔咩傷害嘅，攏總都平安快樂得福，佢鋪排將本設家嘅，所以讓設家聽上帝嘅路，因為到上帝前帝從設家出世到出門，佢鋪排將。佢地球即刻嘅路線嚟嘛行頭，即刻天氣熱天要盼望嗱，因為嘅聖經又講，佢要本設家前面嘅盼望，佢鋪排將設家熱切嘅又得到勝利，又得到得勝嘅路，所以設家要有謙卑嘅心嚟聽主嘅路線，透過佢嘅經節教設家。愛人分享，撒回你的阿門。